军公教今年是调薪水调4%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宣布，同意明年军公教调薪水调3%，这是对2000年以来军公教第7届调薪水。杜英泰也呼吁民间企业就要对咧调，不过资方代表认为讲，敢要调爱互公司家己来决定。那劳工团体是表示讲，要改善这劳工薪水价的现象呢，就要促进薪水透明化政策。 军公教今年调薪4%，明年嘛要调悬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日宣布，军公教财务审议委员会做决定，明年军公教加薪3%，相关的作业已经在进行，会正式发布。我已经同意，明年度军公教员工的待遇，我们会调升3%，那也期勉国内各企业也能够因为政府的带头作用。 实质调整所有员工同仁的薪资。每年要调薪3%，是军公教为2000年以来第7届加薪，包括2001、2005、2011、2018拢调3%， 2022、2024调悬4%。对应台化民间企业同齐加薪，资方代表工总常务理事何毅表示，赞成企业加薪，不过是不是加薪，应该由各公司家己决定。 有赚钱、有能力的，每个企业每年都会跟员工调薪，这个不必政府去讲。亏损的企业，你要叫他调薪，很困难调薪。与其用这样的一个道德喊话的方式，不如来促进我们的这个整体薪资透明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，那让。 雇主没有办法去说我无趁钱啊这样的方式来搪塞。孙友莲表示，要改善劳工加薪的现象，除了调整基本工资，还阁为薪资透明做起。嘛，乐见军公教调薪，不过全教总校长学会这个教团认为，调悬3%甲物价的起价幅度，军公教的期待拢有正差，呼吁予受薪人员会当进入军公教财务审议委员会，予军公教薪资审议法制化，嘛会当更加公开透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